位于关公地区恒春基督教病院长期靠边假日夜车游客当作免钱的公共诊所，即马因为讲有武汉肺炎的疫情，院方按2月1号开始要来进行着门禁的管制，无要借诊所给人。而另外一个受到影响的，也有垦丁旅游业，因为讲疫情的关系，大房率愈来愈低，受到真大影响。业者呢是安尼挨惨，是希望讲会当赶紧来度过着这个寒冬。 恒春基督教病院即阵啊，伫门口打一张防疫的公告出来，顶个写无医疗需要的民众禁止入去，佮伫后壁注明讲，诊所嘛唔少，原来是边啊休假日的夜车游客，长期甲遮当做免费的公共诊所，一暗上少拢有成百人走去用。夜市以前是可以借，建议他到那个公共厕所。医院是一个安全干净的地方，所以我们采取门禁。但我觉得没有那么美好，可是我觉得可以理解他的做法。觉得 OK 啊，医院跟游客还是要有所区分。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热辣，为着保护患者甲医护人员的安全，为2月初一开始规定诊所袂招人，入去病院之前拢爱先磅体温，大家拢唔敢凊彩，镜头来到垦丁。 8号天气，游客走去海边啊耍水，真足甲看，喙暗拢无袂记的挂。那都有携带口罩哦。这个密闭空间，我们都会随时就会戴着口罩，也避免疫情的扩大。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加上旅游补助，干那到正月底，旅馆的业绩落到干那剩2成，和真侪业者拢害惨。现在开始就是真的很少人的，而且又因为武汉肺炎，那我们的旅游业就真的是需要。 政府的话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当然我们自己也是要努力啦。旅游业经起歹，即马干那希望武汉肺炎的疫情会当量早受到控制，和垦丁的观光会当恢复过去的解压。记者综合报道。